成個禮拜應酬、食粽、飲宴，成枱人食完都係頂住，個胃谷住，想瞓。我係 Julia， 我想分享一個最簡單嘅方法，簡單到你可以喺飯枱上即場做，仲可以同全家人、所有親朋戚友一齊分享。就係一杯水加一滴食用級檸檬精油。點解係檸檬？檸檬精油嘅主要活性成分係 D-limonene， 研究顯示佢能夠支持腸胃蠕動，幫助消化系統動起嚟。另外，亦喺研究中顯示對胃黏膜有一定保護作用。油膩大餐之後飲一杯，個胃會輕鬆唔少。我鍾意呢個方法嘅原因係佢好簡單、好生活化，唔需要解釋太多。食飯嗰陣旁邊嗰杯水一滴落去，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嗰份清新。下次你去朋友屋企食飯，不妨帶一支檸檬精油去，喺飯後話燒製檸檬水，你覺得你身邊嘅人會唔會有興趣？留言話我知。有香有樣有時尚，香氣屢見。我係 Julia。